市的大稻埕，曾经是北台湾上繁华的大城市，嘛是现存上完整的老街。其中有一栋楼特别受到注目，就是徛伫个迪化街一段207号，已经有100年历史的广和堂药铺。即摆摇身一变，将做迪化207博物馆。这间小小博物馆的创办人，都是经营过台北故事馆12年的陈国殊女士。伊嘛是台湾个人认养古迹的头一人。到底伊是安怎为拍远10年的老厝注入蜕变再生的活力，而且互老建筑化身做舞台呢？透过镜头，咱做伙来听上在地历史故事。觉得留住这些老房子，就等于留住我们的记忆。我觉得只要它有用，就表示它活着。然后迪化街的房子都是斜的，所以要看迪化街的风景，真的只能到我们这里来。这边看咧大稻埕归路厝的样貌，这边会当看到远远的淡水河。72岁陈国殊徛伫老尾顶，满意佮欢喜。这栋老厝是因为一手打造活化，给伊新的生命。伊是迪化207博物馆。其实我看了好多的房子，可是我唯一喜欢的只有这个房子，因为它客观、它主观都很不一样。主观当然是它的本身、它的历史；客观的话，它比较适合做一个公共空间。那我第一次看这栋房子，也就是到了4楼，然后看到我们迪化街的屋顶，我就觉得就是它了。就伫迪化街巷仔口所讲的207，就是伊的门牌。3层楼高建筑有地水圆弧形的徛面，这柑仔色的泰路，也佫有青色的窗仔景，看起来是特别醒目，互人忍不住停落来欣赏。铁窗也佫有看到这广和药行4字，是伊的前身。1877年，广和中药店就伫遮起家。1960年经营达到巅峰，药行扩大规模，兴建一栋模仿西式的建筑。这是对2006年开始，伊就被转手卖出，厝主无搁再经营，因此拍远10档，一直到2016年被陈国殊看介意买落来。我们所做的修改，其实大部分比较看不见的。那除了一些很简单的隔间，就尽量的让这个房子就是呈现它的自己对原貌。那这个其实是最大的挑战。配那些小的这个瓷砖啊，最难了。这个橘色的还 OK， 比较哇，那个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们就是到处去找，找到最后有几粒还是找不到，我们就用涂的，看不见。一栋经过100年风华的老厝，在2009年被列作是台北市历史建筑。但是阮从伫这繁华都市里，记忆甲价值嘛渐渐褪色，因此陈国殊甲伊当作古迹活化的基地，希望为老建筑延续生命。但是整修的工程是时间长、搁高工，想要复制100年前的工法难上加难。经过1档4个月，博物馆才总算伫2017年4月开幕。在整理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刚刚洗完地啊，好干净，我就光了脚就在这边走。忽然我觉得整个人麻掉了，在想，这个不晓得是不是叫做中风呢？这样子。后来我的那个工程师跟我说，原来这个房子全部的电线都已经不晓得是被老鼠还是什么东西全部烂掉，所以它全地漏电。那怎么办？那就很恐怖。对连价格拢无的空厝，到电线电路全部更新，空间完整规划。陈国殊照顾老厝，都亲像那个一位老大人伫边。即摆空间是舒适佮明亮，这老厝了新生命，加入厝内每一个角落，拢会当感受到老厝的气氛。上界吸引人的，就是这真有路外招的工法，不管是这楼梯的手环，也是地板顶面，当年师傅的工艺充分展现。接缝的地方啊，是完全无缝的，而其实这些铁条是一道墙啊，你看多难，你看完全是平的，然后它讲究到，你看还做这个小圆圈，因为它要筑那道墙，那个有颜色的石头才能够填进去，就好像做 cookie 那样子。哦，对，所以。有人敢说他们不是艺术家吗？怎么得了？可是现在都找不到了，都没有了。现在的师傅都说他们做不出来了。
讲话轻声细碎，袂伤紧嘛袂伤慢，真优雅的陈国祖是一个十足的艺术人。但是前半世人的经历其实是相当的多元。伊真爱钢琴，就是做34档法界律师，嘛曾经是台积电法务长甲资深的副总。伊伫香港出世，留学英国，煞过来台湾，经过大半世人，即马嘛正做台湾的文化守护者。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我希望可以在我最后的一个工作的阶段，是做文化的工作。所以我在54岁那一年，我就事先都算好，我就放下我法律的工作。所以我不称它为退休，因为那个之后，我觉得我进入一个比做法律的时候更辛苦，但是更有满足感的一段生活，就是古迹认养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从2003年就认养了这个故事馆。因为我觉得台湾有那么多的古迹啊，如果都等政府来把它活化，第一有点慢，第二会不会比较不够多元化？那如果民间无论是个人或者是企业能够多投入的话，这些老建筑的这个生命会是不一样的。2003年，陈国祖开启全台个人认养古迹的先例，赞助成立台北故事馆。一经营就是12档，甲1913年建造英国都督式的建筑，蜕变做介绍台湾生活文化、甲古迹再利用的迷你型的博物馆。透过艺文活动、甲展览，互古迹有了新生命。即马经营得化2007，免搁再为继续签约问题烦恼，更加会当互伊放手去做。自己的房子跟拥有跟经营政府的房子是不一样，不一样在，我觉得经营自己的房子没有那么紧张。我总觉得这些老房子在每一个地方哦，就是串联我们的集体的记忆的一个最具体的一个地标。那这些房子本身也是代表过去见证了很多的变化的一个见证者。所以我在想，我觉得也可能是我离开我的家，这个可能是我想家的一种的方式。兄对细汉到大拢熟悉建筑物，都亲像当年的厝，踏过学校，行过名城古迹，一栋一栋的老厝，就由生命路顶串联做伙。对陈国祖来讲，留掉一栋老厝，嘛是留掉家己回忆，嘛替一代保存因的共同记忆。我觉得老屋在利用，只要用就好。所以商业不商业，我其实不讲究，因为有很多的客观的考量，你不能够要求每一个房子都当一个博物馆，也没有这么多人要去这么多的博物馆。所以我觉得只要它有用，就表示它活着。第二的话，有人可进去，无论是喝咖啡、买东西、做陶艺，它就是在那个氛围里面，它就可以欣赏到这些老房子的美。老厝只要有用，就是活化。为着要搭建生活，陈国祖嘛不爱互博物馆古板无变化。得化2007，一档举办4场的展览，拢表达台湾上在地人文历史故事。亲像是手保护加唱片，1950年代街路经常看到各行的师傅保鞋啊、保碗、油纸线，古早当做嫁妆的草桥啊，也有竹边电椅，到希望啊、菜顶顶，体现台湾小物的精神。可以说从环保讲起，就是怀念我们以前不丢东西的这个习惯，东西不会丢的，是拿去补的这样子。那现在的话，因为物资太丰富了，所以大家乱买乱丢。所以这个展主要的目的其实是提醒大家这个习物的这个习惯、美德，以及跟物品的感情。在策展的主题方向呢，我们尽量都是选择一个可以跟现代人互动的共鸣。例如说，他可能是20岁的年轻人，他曾经听说过的事件；那40岁中年人，他的生活曾经小时候的记忆；那在80岁或是60岁的爷爷，可能是他的童年或是他的年轻往事。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这个展览的内容是一个老少咸宜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所接触到的美的东西，对我来说加起来就是文化。所以值得去认识，值得去保存，值得去推广。
为这栋百年老厝创办私人的博物馆，单国厝和社区的老建物，加做历史舞台，充满时空，讲着伊家己的故事。这伫台北市老城区内迪化街207博物馆，那是传承着过去文化、工艺、甲生活美学，嘛焕发出新的面貌，真正陪伴这座城市成长甲变迁。